我生啊，阿母，你好无？作者陈慧珠。真久毋捌想起阿母，真久毋捌为着阿母流目屎啊！日子过了真紧，今仔日是大汉后生18岁的生日，还会记得生大汉后生的前一天，半暝起来便所，发现流血，紧叫翁婿起来，随坐计程车去诊所。生囡仔的暗暝变甲足久长的，护士伫腹肚顶放一台机器，讲是要观察胎儿的心跳，反说是胎儿伫腹肚内一直震动，机器不时会发出真大声的声音，吵甲翁婿袂当休困。伊讲，我若是还阁生袂出来，伊就要先转去厝里，就安尼留我一个人伫诊所。迄阵我31岁，毋捌生过囡仔，毋知影刷落来会发生啥物代志，心肝头愈想愈艰苦。无一个人伫我的身躯边，就甲细汉的时阵共款，无依无我。翁婿转来诊所，护士建议我去生产间看卖。我倒伫生产台顶，心内足惊吓。护士爱我出力，我试足济摆，尾仔听到水泡流伫桶仔底的声音。护士讲，水泡内底有胎屎，叫阮爱考虑破腹。若无胎儿甲屎输入去肺部，就无好啊！听伊安尼讲，我嘛毋知要安怎才好。烦恼若是搁延前落去，恐惊会害着囡仔。甲翁婿参详了后，我决定搁出来看卖。到6点，若准还阁生袂出来，就破腹。一摆搁一摆出力，互我疼甲要死。护士讲，囡仔的头上款无出来，壁顶的时钟一秒一秒直直过去，一直到6点。翁婿随签手术同意书，无偌久，医生来啊，注麻射，破腹生囡仔。6点半，听到囡仔的哭声，我的目屎就插插滴。生一个囡仔是遐尼啊无简单，是安怎阮阿母会忍心放杀4个囡仔做伊气咧？我听到大汉后生出世的头一声哭声，随想起我家己出世的时阵，应该嘛是安尼哭互阿母听。阿母咧，我对阿母的印象无介济，我毋知影迄时厝内发生啥物代志，哪会互阿母来离开。大汉了后，豆豆仔了解世事，较会当体会细汉的时，阿母伫半暝敲电话转来厝，若好若甲阮讲，伊孤不二终，才会离开。人生在世，
有甘有苦，随望到今，我还毋知阿母的苦衷到底是啥。毋过行过我50冬的人生路，互我堪堪放下对阿母的怨恨。阿母，你过了好无？